华民国轻艇协会所举办的亚运轻艇激流代表队选拔的比赛，伫南投的水里溪，经过2天的赛程，最后选出到4位的国手，将要代表台湾参加今年9月亚洲运动会。 中华民国轻艇协会利用2天时间到水里溪举办亚运代表队选拔赛，总共有33位国内歌手参加，要争取国手的资金。就是15到18岁或者是23岁的这个年龄的区间的话，他们也会被选为那个5月在泰国帕塔亚办的亚洲青年锦标赛的选手。 有真个民众来看比赛，同时佫翕相。主办单位嘛讲，这2天的比赛，有真个人来到水里在地观光甲消费，对着地方的发展有帮助，感觉真欢喜。然后我们都大概每个人都会带一些伴手礼回去，也带动了整个地方的观光产业。总共有4位选手入选为国手，将为台湾伫亚运争取公营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